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孩子原是不配，时常在行为上、心思意念上得罪你，求主赦免。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聆听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教诲。保守今日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有主的同在。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荣耀归于真神，在心灵粮食选的第2首。站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神。Alleluia.
261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来诵读下半节，请参考投影片。白色的部分是由诗会来起，黄色的部分由会众来译。我们一起。上帝的众子啊，我们要将荣耀能力归于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一起，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恭祷，我们一同来为教会事工以及国家与世界来祷告。我们为中东国家约旦来祷告，求主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总会及卫理公会会督黄宽裕牧师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宗派奉献充足，卫理公会在台湾能更加得人，以及卫理公会所有牧者同工的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要为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来祷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我们为此祷告，求主让战火止息，和平早日降临。我们为台湾的电力需求来祷告，求主赐福政府能有智慧和更好的策略来因应电力系统的反应和恢复，积极推动能源转型，让电力不致缺乏，也让民众可以养成好的用电习惯，有节能意识。我们为此祷告。接下来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圣道里，我们请郑宝马姐妹。今天的第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6章1到8节，教会圣经本旧约741页。以赛亚书6章第1节：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4粒，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
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8章12到17节。教会圣经本新约170页。罗马书8章12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章，我们从24节读到40节，在我们新约圣经的64页。会众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投影片。路加福音第2章2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1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诗班献诗，今天献的曲目是《美哉主耶稣》。
正道。以下时间由蔡英文牧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亲眼看见上帝的拯救。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在主日，我们一起在圣殿当中同心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何等欢喜！带领在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到教会，我们一起齐聚，我们同心的敬拜。主，您开我们的心眼，领受主您那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赐福带领以下的时间，求圣灵引领，求主赐福，将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在去年11月份，我的家发生了2件大事情。第一件就是我的大儿子嘉庆跟秀文结婚，那第二件就是我的母亲。孩子们的的祖母她过世了蒙主恩召。那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代祷以及关怀那整个婚礼跟丧礼都完成献上赞美。那今天的信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有预备好。那半年后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敬拜。今天的讲题是亲眼看见上帝的拯救在路加福音2章22节到40节这里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作者很详细的述说耶稣降生之后，他的家人怎样依照当时候犹太人的律法规定办理一切的手续跟礼仪我想作者路加这样的描述有一个用意，就是要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家庭并没有因为他身份很特别就故意违背传统习俗礼仪的规定，应该有的手续都照办，应该有的礼仪也都照常的举行那耶稣降生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有了极大的反应先是一位年老而敬畏上帝的义人西面另外又有一位先知女先知亚拿的出现他们都对婴孩耶稣的降生说出了从圣灵得到的启示的声音。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路加福音2章22节到24节前三节的当中22节跟23节这边作者路加这里强调，耶稣的父母就照着摩西律法的规定，那就是依照利未记利未记12章2到3节所记载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投影片来一边来2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7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8天要给婴孩行割礼。这样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里说的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是指玛利亚分娩过后7天，现在是第8天，按照规定，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去找祭司行割礼。割礼是中东地区的传统习俗，一般都是在13岁举行，用来表示成年礼。但以色列人并不是13岁才举行，而是出生后第8天就举行割礼那这里的用意是怎样？
表明就是分别为圣。因此这里说要把它献于主，就是这个意思。24节这里，约瑟和玛利亚所献的祭是一对斑鸠或2只雏鸽，这表示约瑟是穷困人家，买不起小羊做燔祭因为利未记第12章第8节这里就这样的记载。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他的力量来。他的力量若不够献1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1只为燔祭，1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约瑟跟玛利亚既然买了1对的斑鸠，就表示他们确实是买不起小羊做奉献的祭。好，接下来25节到27节这3节里面25节，那说到有一个人就是西面西面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接着形容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意思那的人那请注意，圣经一提到有又公义又虔诚的意思，是指上帝的关系是和好的。而这样的人必须是敬畏上帝的人，把上帝的教训当作要事，而且确实的遵行。路加这个作者特别强调，西面的心中一直盼望着以色列人民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意思是指期盼弥赛亚和拯救者的来临。这句话在当时值得探讨的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他普遍有个想法，是希望上帝的拯救者来临，是这位弥赛亚拯救者通常是指的政治性的拯救者而能够带领犹太人能够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领袖人物那当时犹太人是这样的想法。那就如同在主前第2世纪中叶，犹太家族出现了一个马加比的一个领袖这是西面马加比的领袖那因为率领犹太人打败了希腊的军队，将希腊的势力驱逐耶路撒冷，宣告犹太人独立。这位马加比曾为他们带来昙花一现的一个期盼所以这里跟耶稣他长大出来传福音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都跟政治军事样式大不相同耶稣就是一个谦卑柔和仆人的一个角色所以26、27节的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这句话很有意思作者路加非常喜欢用圣灵和天使这2种资料才再次的出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使他知道自己在所剩的日子里面会有机会看见拯救者弥赛亚的来临这对西面来说是一个生命当中极大的恩典那现在西面就借着圣灵的引导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作者路加特别强调，就在耶稣出生后第8天，约瑟、玛利亚依照规定带着孩子到圣殿来，因为除了玛利亚和约瑟的家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谁，或是长老或长成怎么样子。但是西面得到圣灵的启示，要他在这个时间来到圣殿，因此有了这样的特殊的机会看见耶稣，这样刚好实现了上帝给他的应许这是西面好，我们到这边，我们来想一下，上帝拣选的仆人，他成长跟训练的过程都是依照规定而成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加一再的强调，约瑟跟玛利亚带着刚出生的耶稣，依照摩西的律法规定到圣殿去办各样的手续，不但是割礼，献上该有的献祭，
虽然是贫穷家庭，但没有例外，用2只斑鸠或小鸽子做献祭的祭品。上帝拣选一个人来当仆人，他成长的过程并没有特别，原因是要让被拣选者在大家的生活圈中，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众人生命的困境，何在？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有讲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里在大家的生活圈当中，有一个牧师他碰到2个例子。第一次是有个年轻人来找牧师，他说获得感召，他要去神学院读书，希望教会推荐他。牧师就跟他说，要教会推荐你去神学院就读，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来教会参加礼拜啊。若是连参加主日礼拜都不来参加，那要教会推荐你去报考神学院确实有困难。想想要教会怎样来推荐你上神学院呢？这位青年听见了牧师这样说，竟然就这样回答他：你是牧师你应该想尽办法让我喜欢来参加主日礼拜。牧师想了一下，说好像不对哦，于是跟他说，要献身当传道人，第一件的事情是怎样？要把自己谦卑下来。若是连礼拜都要叫别人来说服你，让你来喜欢，而不是你自己来谦卑下来，愿意学习来参加礼拜，这样的话，就算你进了神学院就读，就会对老师这样说同样的话，不去上课，然后告诉老师说，要老师说服你，让你喜欢去上他的课，这样的态度是不正确的。结果这个青年竟然很生气就走了。好，第二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青年在他父母的陪伴下来找牧师，希望牧师出证明，让他证明他已经说他已经受洗了，让他可以去报名参加神学院的入学考试，考完之后会回来受洗。父母和这位青年还在长老的陪同之下，原因是这位长老要当青年的保证人，表示入学考试之后一定会来受洗。牧师对这位长老说，受洗也要先上课啊，而且神学院的规定至少也要受洗1年以上才能够报考啊。没有想到这位长老说，这样对牧师说，这是手续问题而已啦，我保证这位青年考完试就会来受洗。若是牧师不放心，我就写下切结书给你。牧师说，这不是有切结书的问题而是献身当传道的态度的问题。若是没有1年前就预备，就算功课再好，也是不应该有的态度。结果这位长老和这些青年和他的父母亲都怎样？都非常的失望，认为牧师很不通人情，这是都不对的。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那可能我有听到最近一个教派里面也有一些牧者就用他的势力，让一个要按牧的人，不管他有没有通过，就让他按牧过了。我想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上帝他所要拣选的仆人，从来没有按照人的意思，都完全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总是这样想，要走天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谦卑，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包括受洗也一样，不要认为自己很特别，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就需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啊，那若要准备献身当传道，那这个要件更是必须，啊，不是要求别人给自己方便，而是要自己依照一切的规定，然后才来，谈自己为什么要献身当传道，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耶稣的父母亲啊，玛利亚和约瑟，都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刚出生8天就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办理一切的规定的手续，没有特别，一切都按照规定来。好，接下来我们从28节到35节这一段啊，28节这一段里面西面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诗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首诗歌。特别的是这首诗歌提到耶稣的降生，将会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首诗歌并不是西面自己创作的，而是在圣灵的感动唱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圣灵借着西面的口颂赞出来的诗歌。29节可以对照26节，西面都提到自己的年日即将不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的生命都有限的，也知道自己的岁月即将终结，这需要极大的智慧才有办法。因为当人知道自己的年日，就会知道怎样来准备那日子的来临。这样的人就是诗人口中有智慧的人。这种人是有圣灵的同在，才能够勇敢的面对世上的旅程的一个结束时刻的来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在世都是寄居的，我们有一天都要回到主那里去。西面此刻很清楚的表示，他因为看见了拯救者弥赛亚的来临，他的心已经心无挂碍，可以安然去世。这表示他心中有平安，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前年2022年那时候我带了母亲我知道说我的母亲她有结肠癌才发现结肠癌，而且已经扩散了。那医生说应该是没有药可以医了，那时候已经这样宣判，大概都半年的时间，但是整个走下来之后，不止半年，上帝怜悯，至少1年半以上的时间，那就陪着妈妈每一天，知道她时间不多，陪着她，每一天都陪着她，那每一天里面，都会，从早上一起床开始，都陪着他到他休息那也有跟他说跟他说，上帝给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命的倒数计时，我会跟他提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我妈妈她不喜欢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她都不讲这些事情，这样子，但是我讲完之后，她没有反应，她就默默的，默然不语，默然不语，那段时间里面，感谢主，给我。过去在牧会非常忙碌，在2018年的时候，我都跟师母说，我们应该回家陪妈妈了。那总共感谢主，后面陪了6年，后面2年就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没有遗憾，没有遗憾陪着她。那我陪着我妈妈。他的时间慢慢的，我会感觉到每一天里面都会少一点，每一天里面都会少一点点。
一直到最后3个月，3个月的时间那时候他摔倒，然后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得了癌症，然后又摔倒，大腿骨又骨折，开刀这样折腾真的不忍心，但是不得不，因为还是要接起来，让他比较舒服。他那时候也是安宁的病人，安宁的病人。政府机构有一些长照的一些照顾有来家里看，医生护士都来，这样子，蛮好的，为妈妈问候，蛮温馨的那最后他们讲了一句话是说我们安排就半年后再来。我心里说，大家都看不见了，真的看不见了，让我母亲走了，安息主怀，安息主怀。那刚好昨天看到一部电影好消息都有一部电影叫《南丁格尔》，哇，那他的事情的话是让人家感动，让人家感动的那提着油灯的天使，医护天使这样子，他所做的我很感动，说他就照顾那些伤兵，在旁边握着他的手，一个年轻的伤兵，他最后一口气就在南丁格尔的手中就过世了就过世，他陪着他，就安息了，我想早期的安宁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后面要有人陪伴他。上帝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珍惜每一天，一直到最后。未来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都要走这条路。所以看到我妈妈，未来我也是这个样子，就这样走这条路过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的时间如何，到最后有倒数计时，神怜悯，神看顾，保守带领我们，珍惜每一天。不管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多久，但是珍惜每一天，珍惜，就是那时候我跟我母亲讲的，我们珍惜每一天，一天给我们这一天，我们就好好的利用，从白天到晚上，那西面，他很清楚知道，他看见拯救者了，弥赛亚来临了，心无挂碍，可以安然的去世了。那西面说，30节，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所谓的荣耀荣耀，就像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一样，也因此显现出上帝的荣耀。31到32节都一再强调耶稣的降世是为万民的。安然去世西面，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万民的，关乎万民的。那这也是天使报佳音里面夜里守更的看顾羊群的牧羊人，就是说有个大好的消息要传给你们。且说这大好的消息是在路加福音2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要注意的是，当圣经用万民这个词的时候，包括外邦人在里面因此32就提到耶稣将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而且这里特别强调外邦人的得救，正好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民的荣耀。对作者路加福音来说，福音对外邦人有重要的生命的意义，因为作者路加就是外邦人他写这本福音书就是专为外邦人写的，要让外邦人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确实带给他们大好的消息，让外邦人也享受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的恩典。所以圣经一再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认识，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只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对象
也不会只是施恩于某个特定的族群啊。那虽然圣经记载的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民，那是因为圣经是以色列人民的生命告白，描述他们整个民族就是在上帝的救恩之下才得以生存下来。接着，耶稣进而将救恩的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34、35节这是西面为刚出生的耶稣的祝福。也许比较妥切的一个说法就是，这并不是祝福，而是比较像在说未来会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所以这里有几点重要的内容第一个，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那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民众当中听从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也拒绝了也有拒绝承认的，接纳他的第二个，耶稣要成为又要被毁谤的画饼要做毁谤的画饼。这里的毁谤意思是结束他在世上的日子都一直有人在毁谤他确实是这样。直到耶稣钉十字架，那些陷害他、钉死他的人都还在羞辱他，要他从十字架跳下来第三，要叫许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福音书一再提到，耶稣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知道人心中所想的。第四个，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的心。后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身为耶稣的母亲的玛利亚一直守护在十字架，那使得他这句话有很深切的一个感触玛利亚的心一个做妈妈的心我想我们也可以去体会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的母亲她心何等的痛。我当兵的时候我妈妈还有妹妹来看我带着一个我喜欢吃的鸡肉来看我就怕我饿了我知道我妈妈的心就把鸡肉都吃完了虽然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妈妈告别式那一天我们家人就一早，我们5点都起来了因为6点的时候要在殡仪馆那个地方要接我妈妈的身体从冷冻柜出来到那边是好多人那礼仪社会帮忙一个一个进去家属有一个代表，我就是家属代表我就进去接我妈妈的身体这样子看那个摄影机看是我问我是谁，我说她是我妈妈然后一看到我妈妈我感受到她的冷冻退了，好像就浮在水面上面一样。我看到我妈妈非常的安详，她23年的那个造口的问题困扰她23年，她一直跟我埋怨有这些事情在那一刻里面看见她完全就非常就释放了我一看我妈妈真的就安息主怀，那真这样安息主怀，在主的怀抱里面一样她不再受到病痛的搅扰她轻松畅快的，她习了一生的劳苦安息主怀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36节到38节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另外一个人物西面这边讲完，讲亚拿。那前面都关于敬畏上帝、义人，西面的一个记载那提到另外一个年老的女先知，这让我们看到2件重要的事情在新约时代仍有先知
那先知也有女的，女的。亚拿，刚才西面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听见，对不对？那亚拿，有人知道？恩典，上帝的恩典，那也可以说恩宠。亚拿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这个女先知亚拿圣经里面是写到84岁但是夸胡里面寡居84年，84年所以或者84岁，或者说她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她做童女的时候就嫁给她丈夫，做童女大概年轻的时候，她15岁可以出嫁，童女15岁出嫁，然后呢，她跟她丈夫多久的时间？7年嘛跟丈夫同住的7年嘛，36节36节7年所以然后寡居84年，她应该100多岁了。另外一个讲法是100多岁了100岁了那路加福音的作者在这边特别强调，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上帝的仆人在信仰上非常的虔诚，而且一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参与服事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2位长者都一直在教会里面在圣殿里面来服事敬拜，所以我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里面一直到见主面，如果看到这个榜样这个榜样要见主面所以当亚拿来到圣殿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就向众人介绍耶稣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作者路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其实是受到使徒保罗的观念因为耶稣拯救的福音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传到世界各地。耶路撒冷是整个福音的起源地也是宣扬福音的中心。亚拿宣讲耶稣基督的事给众人听，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最早将耶稣基督的信息介绍给众人听的，就是女先知亚拿。好，那这件事也让我们看见到，最早将耶稣基督的信息给众人听，就是亚拿。那最早将耶稣复活信息传开的是怎样？就是抹大拉玛利亚耶稣在他身上赶出7个鬼他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就有前后的呼应前后呼应。抹大拉玛利亚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从39节到40节这里看见到这里很清楚谈到约瑟跟玛利亚，他的家乡就是拿撒勒，他们完成了律法上的规定就回去了那路加福音2章40节跟路加福音1章80节，这里特别描述到施洗约翰出生的一个情况，都在强调童年的时候是在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身体都健壮身体都健壮更重要的是有聪明的智慧在耶稣身上作者路加特别强调上帝与耶稣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章80节这是施洗约翰的那写的。来，那孩子渐渐长大，心里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日子。这是施洗约翰的那今天我们这里40节是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这是耶稣，孩童耶稣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出生到死亡，到被钉死然后从死里复活，都有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与他同在。好，想一想在上帝的仆人在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当中，所要面对的不只是有领受他人的赞美，而更多的被人毁谤、羞辱，甚至要面临被杀害的危险所以作者路加告诉我们，
当西面抱着婴孩耶稣的时候，对玛利亚说：“耶稣是要将以色列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同时也会成为又要做毁谤人的画饼。”这点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他的教导，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有一个影片，它是法国片，叫做《人神之间》，有人看过吗？可能比较少。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拍摄的电影，就是描述有一群法国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跟修士，他们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山林一个修道院里面，在那边过着贫穷的一个生活，也照顾着那村落中的居民，而那一群居民，他们几乎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但是不同信仰，但是却能够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是因为政治动荡不安，有很多压力，迫使他们要离开那个修道院，返回法国去。这些神父，修士就一直在讨论着是否要离开的问题，不离开，随时有生命的危险；若是离开，那当时候他们现身传道，以及当时候决志要来这偏远这山区工作的使命不符，这要怎么办呢？这片子到最后的时候，在一个深夜，游击队的人就冲进修道院，有8位神父当中的6位，就被挟持，最后是被杀害的。但是有2位是藏在暗室里面，就逃过一劫。那我举这个例子里面，事实上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这些传道人，他们都是殉道，包括耶稣的这些门徒们，都是被殉道的。说类似这样传福音的杀害的事一再出现在教会历史当中，所以再说明一件事情：身为上帝拣选的仆人，信仰团契就要有这样一个有被这社会羞辱、毁谤，甚至面临威胁、杀害的心理准备。就像西面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也提醒到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里很清楚的表明，耶稣的受难会使身为母亲的玛利亚如同利剑刺透内心一般的痛苦。我想今天这个信息，你不只是传道人，或许我们绝大部分都是身为基督徒的，没有被呼召全职侍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充满罪恶、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会碰到敌对，甚至被攻击的处境。所以你想到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是会不会遭受到家人的反对，或者其他事情的缘故？我想都会的，或者自己在追求当中里面的软弱，或者一些障碍，或者一些病痛，会有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认识了主，但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会一帆风顺吗？那个环境还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感谢主的是，我不再孤单，有一位上帝，爱我的上帝与我同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想到原来我们是如何信主的，那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里面，因为每天日子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照你的意思的。你碰到一些患难险阻、病痛软弱的，都会有的，一些攻击的。
像我妈妈非常的安静，很温和，也不跟人争的。但是邻居里面就会说：“哦，你还是信基督教哦？你啊，这非常轻蔑的一个话，都投射在我妈妈的身上。我听了我很难过哦，但是也不能够我妈不会跟人家争辩的，但是偷偷跟我讲，说他是基督徒哦，想不出他是基督徒哦，也去信那个搞，所以事实上我们都会碰到一些难处的，一些难处的，像我的信主里面，我自己本身，我学生时代里面是很 T 的，信这个这的人都上外太空来信这个东西，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被改变了。我甚至到教会去了，来体会到，我接触之后才体会到那个爱，耶稣基督的爱摸着我了。当我成为一个传道人、牧师的时候，带领很多弟兄姐妹来信主的时候，他们的过程里面都是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都有难处，但是他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大爱。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所以今天早上，师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想到，有一些难处，或者说真的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病痛，我们也睡不着觉，我们真的很软弱。但是我想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为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想这个是最大的痛，他愿意来承受，他愿意来承受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一直低着头，抬头仰望我们的主，他为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事实上，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仰望主的话，我们会从那边得到安慰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从那边得到安慰的，有谁可以帮助我们？都有限，我们有一天都会死掉，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主，他从过去、现在到永远，他永远存在。他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能刚信仰或者信仰很久了，都要回到那个功课里面，包括牧师一样，我们还是一样，每天里面会有一些软弱的，但是我们的真的依靠主，要紧紧的依靠主，靠主刚强，靠着主从主得安慰，所以虽然碰到这些问题里面，我想，耶稣就是一个榜样，他大有能力，他还是碰到那一群死硬的那些犹太人，而他敌对耶稣，敌对到底，还是碰到这一群人。耶稣都碰到这一群人了，那我们呢？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从主那边也因为这样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个福音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传出去。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可能碰到很多问题，但是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继续的复活的大能，继续的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我想，我们在这日居的日子里面，我们可能碰到这些敌视者的影响，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说不定敌对的人，他们也会被改变的，也会被改变。在我们的想象不可能，但是上帝呢？他们当中有人会悔改信主的，所以求主来开福音的门。好，最后我这个结论我想面对世人敌对的态度，我们基督教会不要一直想到说很平安、很无事情我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说圣经里面，这罗马书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我随时要有这样的一个受难的准备，传道人更需要这样的认识
或者都不要现身传道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省思耶稣的受难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用什么方式来表明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愿意跟这个社会的苦难者站在一起啊，学习耶稣的样式，把主的爱福音传出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带领在今天早晨，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来思想。我们看见到，西面亚拿这位叫年长的、有敬虔的，这些人，他们仍然在圣殿里面来敬拜、来侍奉。主啊，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因着主您的话，因着主您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成就那救赎的恩典，就激励我们，好叫我们在这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靠着主重新得力。虽然我们会经历到我们亲人的离去，我们一些事情的打击、病痛、软弱，但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加添给我们心力，赏赐恩典，好叫我们在这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珍惜每一天，能活出主你柔美的榜样来。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依靠主，紧紧的依靠主。似乎保守带领我们龙光堂的众弟兄姐妹，主啊，求主圣灵在当中来引领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患难险阻、病痛软弱的，主你都知道。主啊，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照着主你美好的心意来成全，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主的怀抱当中，能够靠主得力得胜。感谢主带领今天早晨，我们都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你那丰盛的恩典，求圣灵引领，求主赐福，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的正道。现在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我要歌颂，在心灵粮诗选33首，我们一共唱3遍，请姐妹先唱第1遍，第2次由弟兄来唱，第3次我们在一起。可以喊清。
座，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丰盛的生命以及日常生活所需。我们从您所赏赐的取出1/10，献在坛前，求主悦纳。还是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请起立，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请问今天有新朋友来吗？哦，好，我们先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本周，感谢蔡英文牧师的分享，愿上帝祝福英文牧师全家蒙恩平安。下周主日为6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性参加。主后会召开小组长会议及执事会议，请小组长及执事同工留步参加。卫理公会要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和办公室使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为此宣教大楼来
捐款奉献，奉献可以抵扣税额哈。好，那我们有那个，我们前面有那个黄色的单子，你可以在那个特殊奉献那边写，为教会宣教大楼来奉献，这是专款。好，那致福学院将在5月27号到28日在日月潭举办同工退休会，由蔡文牧师跟肖玉华姐妹前往参加，请问牧者往返平安祷告。教会预计从7月份开始，主日后牧师会带领启发课程实验小组上课，为期12周。参加的学员是执事同工、各小组长及有意愿参加启发课程。报名优先顺序，报名一共是12个人为止。好，即日起开始报名，免费上课。有意参加的，请直接洽询蔡牧师或是跟办公室的人员报名就可以了。那报名截止在6月30号。好，那教会在5月份开始会做少子化的宣传，在7月份开始会减少周报1/3的印量。办公室会在各群组发电子周报跟通知，减少纸张的使用。所以各位在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掏手机出来了哈。那请不要滑到脸书或是 IG， 请要滑在周报，开 PDF 档就好。好，那还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跟办公室登记电子周报的需求，他可以 email 给你或传私讯给你，都没有问题哈。那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加入教会的 FB 或者是那个 LINE 群组，我们教会有个全部的总版一个 LINE 群组。好，卫理神学院在6月1号，就星期六上午10点，会举办老师我在的神学学生讲座，就在高雄卫理堂，邀请弟兄姐妹参加。那神学院会透过学生的学习见证跟收获，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学习哈。报名请洽办公室或是我们肖玉华师母。好，这件事最重要。教会在6月22周六会举办50周年堂庆，还有一个爱心园游会。同日也是致福学院结业发表会，非常的热闹哈。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投入参加。那这个是好机会，请弟兄姐妹可以邀请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也为此活动关心祷告。那办公室有一些宣传单，可以索取，然后去发送。那还有我们的原油券已经开始预购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哈。好，教会将储备儿主师资，还有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童及青少年宗教及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与。教会将会预备举办师资培训课程。那报名一样是跟教会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余茂林执事、教育执事来报名就可以了。彭医生在？他今天儿主有活动。好，那我们也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推动关心、复兴跟守望，邀请弟兄姊妹实体参加每周4晚上7点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关心，为这些事项来祷告。那肢体消息，请会有注意天气变化，还有雨天的外出的平安哈，还有近日各种疫病、肠病毒啊、登革热都开始渐渐的发生，我们为此祷告，也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各地的学校民众，加强环境卫生，还有个人的清洁哈，来杜绝肠病毒，就是不要去摸你的眼口鼻，然后随时清洗你的双手。好，那外出的时候也多注意自己身体的防护。那再来是我们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代祷，那详细的名单请参阅周报。那教会牧师有一些事情要宣导。我先感谢义文牧师了哈，在这个讲台上让我刚刚有下去看儿主跟我们的青少年。那感谢上帝，我们的儿童大概有将近10几位，那我们的青少年也有将近10位所以我们的年轻人跟青少年在各堂会当中也算是比较人数多的，但是事实上这个人数还是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我们请为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更多的祷告，
那特别我们也很需要跟缺乏有老师跟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有感动你，希望能够发挥爱心我们为青少年、为儿童，我们来付上我们的这样的时间来教导他们、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到长大都不忘记。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希望我们可以让他们能够在年纪幼小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带领。那牧师也补充一下几个事项就是刚刚我们在周报上面也有提醒过了，6月1号是在高雄卫理堂的一个神学生的讲座那弟兄姐妹可以参与。那我们听听看这些的神学生，他们念了神学之后，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调整跟改变那也因着有一些弟兄姐妹提到说，我们都已经疫情后了。那是不是应该教会要有一些福音的行动所以我们马上就有了。6月22号是我们的这个福音园游会，那请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参加。那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先预购我们的这个就是购买的券是因为如果我们有要邀新朋友，那我们如果不好让新朋友自己掏钱的话，我们可以协助一下，帮助我们的新朋友，让他们可以或是福音朋友，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做一些的这个购买，或者是来跟教会接近。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只要来教会接近就有机会所以我们在摊位当中还有一个心灵解忧馆，就是由我跟师母还有神学生会做处理。那如果有一些心灵上面需要协助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朋友或福音朋友我们都邀请他们能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跟牧师有一些直接的沟通跟谈话。虽然时间不一定长，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来做一些的第一次的接触，或者是一些的跟福音朋友的接触。那我们除了在6月份以外，7月份的这个启发课程上面有写了全程免费。我们是在成人主日学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课程，而且我们会有一些的简单的一些的饭食，或者是可能点心会一起来享用，之后会再来进行课程。但是只有12位所以请弟兄姐妹要赶快的报名，因为超过12位我们就不收了第13位我们就不收了所以我们在12个人当中，我们会有将近12周的课程。那我们会做一些的第一次的一个培训跟训练。那请弟兄姐妹把握时间。那也希望这个训练完之后，我们会在各个小组里面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培训跟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行动。那我们在下半年也可能会开绿本门徒。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都预备心，让我们可以充实好自己，然后随时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参与投入在上帝的神圣的事工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上谢谢。好，那现在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人看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人也羡慕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请
请会众一同在殿乐中为肢体消息代祷。